讲到过年特别到啊，有真侪人要回来到台湾过年，而且对正月15开始，居家检疫就爱一人一户，防疫旅馆是险险要无够。家己县市政府最近搁再增加84间房间，希望对需要检疫民众有帮助。新正剩无1个月就要到啊，国外嘛有愈来愈侪要回来台湾过年的民众。进前居家隔离的政策，只要注意卫生要求，是会使甲厝内的人带做伙。不过1月15开始，针对要进行居家隔离的民众有新的规定。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为了强化入境旅客的一些检疫措施，那规定自110年1月15号起，凡是入境居家检疫的对象，若是在家中进行居家检疫，限1人1户。如果说家里没有办法达到1人1户，则必须入住那个防疫旅馆进行居家检疫。家己是农业县，厝外食头路的人，这段时间嘛拢会回来过年。家己县原本有75间防疫旅馆的房间，1月20号以后拢已经满。为要满足防疫的需求，家己县赶紧搁找旅馆业者斗3工，希望会用提供给有需要的民众。所以目前我们也有84间在新增的一个部分，所以整个嘉义县的防疫旅馆已经增加到159间。那我们希望民众可以多多来使用，防止说在家里可以跟家里的人过年，能够好好来使用。那也避免说因为没有正确的一个做居家防疫而引起我们的一个防疫破口，或造成大家民众的一个恐慌。家己县政府表示，伫去年2020年，家己县居家检疫的人数维持伫咧100人到120人左右，增加的房间数量应该有够民众来使用。过年期间，嘛会加强居家隔离的管理，呼吁民众要遵守相关规定，避免造成疾病的传播。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